这礼拜就要过年啊！中国迄边预估新正年头，全中国辖区交通运输会到90亿人次，可能创下历史新高。不过，这几日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会落雪佮大雾，造成真侪高铁慢滚，飞轮机停飞，就连高速公路嘛管制袂当行。一年一变的中国春运，互人讲是地球表面上大规模的人类迁徙。今年春运的时间是1月26号到3月5号，40天的时间。官方估计有90亿人次移动。中国铁路伫咧春运第10天，运输旅客达到1280万人次，增加1306列次的列车来应付。国铁北京局还有武汉局等集团公司的各大车站都延长了营业时间，来供列车晚点的旅客来等候。同时呢，也安排专人在候车区做好咨询等服务。不过春运期间，中国的华中甲华东真侪所在遭拄到大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。中央气象台发暴雪、大风、冰冻甲大雾4种预警，全国有1665个公路收费站关起来，真侪列次的高铁甲飞机停驶停飞。武汉铁路也因为铁轨路结冰的情形真严重，派上千人早暗伫咧清。香港媒体形容，这是自2009年以来，中国春运拄到冬天上复杂的雨雪冰冻天气。2000多名工作人员对接触网、线路还有道岔等这些设备呢，24小时进行扫冰除雪，还有望远镜等等这些设备来动态观测网点的运行状态。郑州铁路局用阿华山积温仪望远镜来监测铁路的情形，确保样细装置加变电站的加热系统未受影响。天气冷热后，用来发电加供应暖气的煤炭需求增加。中国铁路太原局也加开重型的列车载送煤炭。中央气象台估计，自5号暗时到7号，南方地区会有新一波的雨雪冰冻天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